有真侪阿公阿嬷因为细汉的时阵环境无好，无法度读书学写字，造成生活有真侪无方便。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考虑到据点有8成的老大人敢若会晓讲台语，所以因就设计着这华语台语的双语课本，甲时代学台文华文字做伙来学。 这阵时代，甲鉛笔壳摆伫桌顶，那回答老师的问题，那学写字。特别的是，台顶的老师除了会教阿公阿嬷写华语字以外，因嘛会教因写台文字，互这阵敢若会晓讲台语的老大人，感觉台文字足亲切的，嘛足好理解。毋捌字啊，想讲要学写字安尼啦。你讲台语，啊，你写这台语字，对你来讲是不是较好理解？嘿，较知影啦。较知影啊！你即摆若 去车头要去倒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即字是啥物，啊，就行伊倒去。写字读书啦，因为我们即久拢无学画笔啦，啊来遮才学画笔、学画图。 啊，甲即寡阿嬷大家相处了真快乐。社工老师表示，据点有1/3的老大人是完全毋捌字的，因毋知影家己的名，看无菜单，更加无法度认地名，坐火车、坐捷运、四过去佚佗，生活是真无方便。丰都基金会表示，考虑到有8成的老大人敢若听有台语，因才会设计双语的课本，台语字、华语字斗阵来学。因为咱遮的阿嬷啊。 有8成的阿嬷拢是讲台语为主，啊，其他2成的长辈拢是讲国语，所以咱有教国语甲台语，互因知影安尼，啊，伊嘛较有法度去理解咱的教啥，啊嘛较贴近伊的生活。 丰都基金会表示，课程结束了后，因会出作业，互阿公阿嬷回去写。除了会当互时代学写字以外，真侪孙仔嘛会对时代做伙学台文字、学讲台语。除了会当增加囝孙仔之间的互动，阁会当传承母语，会当讲是1减2高。记者陈阿酸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